去香港返工唔知薪俸稅點樣計算？今日同你講清楚所有細節，睇完唔使再亂估。首先，2025-26年基本嘅免稅額係13.2萬港紙，2026-27仲會升到14.5萬。如果係單身，淨係可以享受呢個基本免稅額，但係如果已婚，滿足3個條件，仲可以享受已婚免稅額。婚姻狀態有效，配偶唔喺香港做嘢，你有經濟支持配偶，咁樣免稅額就由13.2萬變成26.4萬，慳好多㗎。至於養育仔女同贍養老人嘅免稅額呢，要佢哋喺香港生活先有得享受，外勞嘅朋友暫時就冇啦。如果公司有幫你買強積金嘅話呢，仲可以減稅，扣完所有免稅額同強積金之後，先按累進稅率交，前5萬交2%，再5萬交6%，再5萬交10%，超過20萬嘅部分最高係交17%。唔識點樣計算，可以直接用薪俸稅計算器輸入數據就可以自動出結果啦。仲有唔識點樣計算嘅朋友，評論區話我知。